無論係清肝定係護肝，只要識得揀啱食材，每一餐都能夠成為護肝嘅關鍵一步。今日要介紹3款超容易買到嘅護肝蔬菜，等你日日護肝無難度。第一，西蘭花。西蘭花有豐富嘅蘿蔔、硫素同抗氧化物，幫助肝臟產生解毒酵素，分解同排出身體嘅毒素，仲可以減少肝臟積聚脂肪，預防同高脂肪有關嘅肝臟問題。第二，韭菜。李時珍記載，韭菜係最佳嘅補肝蔬菜。韭菜含豐富嘅維他命 C、β、胡蘿蔔素同硫化物，有抗氧化同抗炎功效，保護肝細胞，提升肝臟代謝同修復能力，仲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幫助肝臟運作添。第三，芹菜。芹菜有大量膳食纖維同植化素，有解毒消腫、清肝熱嘅功效，幫身體排走廢物，減輕肝臟負擔，仲有助調節血脂、分解脂肪，減少肝臟壓力。所以記得多啲留意日常飲食，將呢啲蔬菜加入膳食中，配合含優質蛋白、高纖維、抗氧化嘅食物，簡簡單單就可以養好肝。